哎，老板，有没有？还有动画，好嗨哦！叮。是我编的哦，我是打完。sorry。流行吗？这些都是我妈妈姐妹。这全部都是都兰部落的年轻人。很可爱，豆豆龙哦。麦克杰克森有没有？我们看一下麦克杰克森那个。有。大腿之类的有没有？他会穿越这个衣服还跳街舞，帅了！我的小表弟。妈妈比。耶，回到现场。还是。所以这 MV 我不知道阿公看到会怎样，我跟阿公看到。当然，我觉得要强调就是，你们也是，我们也是活在当下嘛，我跟各位一样，对啊，我还会坐高铁呢，我不是那原始人，但是就是跟这个时代，就是跟不一样的族群就。
然后要有一个沟通的语言，我用现代元素，就是不哪怕是酷手啊，然后这种人家讲说简约啦，有没有白色那种简约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You know？ 啊，但是试着把这样的元素，就是用这样的沟通的元素，然后把我的创作，把原住民的文化，把原住民的语言，然后表达出来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然后原住民的服饰可能大家也很陌生，每一组服饰搞不好大家都分不出来。然后哪一个组的歌谣长什么样子，可能大家都分不出来。但试着这样的沟通，把它放进去。我们是靠海的族群，所以里面有撒网。我们是母系社会，里面社会看到的所有的女生都是妈妈。然后男生就是不断的跳舞，因为我们认知短裙是一种精神，然后被屏障绑一个铃铛，这是我们的男生的服饰最大的特色。然后我试着就是用这种方式，虽然拍的很好笑啦，可是也是花了多钱，因为原住民很难控制，他们要拍 MV， 每个都说啊我们要拍 MV 从台东上来，这些都从台东进口到台北上，因为快30个，光是交通费喝酒就把你喝垮。啊，不是小朋友，还有他们的家长哦，看得到就这样，还有后面那群很恐怖的人。当然，就是想要把这种事情跟大家分享，就是部落里面还是充满很多活力的年轻人在里面，不是只有唱歌跳舞这样，然后甚至还有别的表现方式。然后我今天也做一个特别表演，就是我以前是弹钢琴的，在教会里面长大，然后但大部分认识我的就是独立乐团，然后。在乐团里面有去弹吉他，就很少用钢琴来创作。然后今天想要唱的一首歌是《奇异的妇人》，因为以前原住民有在办奇异剧，你知道祈求下雨那个，但是后来有气象，它就失去功能了。然后再来就有教会教会可能又把信仰拉到教会去了，所以奇异的祭典反而不见了。可是那样的妇人还在。我们奇异祭最大的特色就是向老天祈求下雨的那个人，不是巫师，是部落里面最可怜的人。因为我们的信仰里面有觉得，上帝最垂听的人是最可怜的人，最可怜的人的祈求最有功效。下雨这件事情是很就是很大的力量才有办法，所以找部落里面最可怜的人。可是通常可怜的人，他又有一点点怎么讲？自私，我需要什么，当然我就讲，因为我觉得已经那么可怜了，那我为什么还要为部落里面祈求下雨这件事情？然后通常这种老保护啊，他们老公死掉，小孩死掉，他可能祈求说上天给我一个老公之类的。如果他这样讲，这祈求就没有功效了。可是这样的老妇人通常都是最有大爱的，然后他的祈求也最有功效。然后因为这样的事情，我为他写了一首歌叫《奇异的妇人》，用钢琴。才艺表演给大家看。